特朗普話開除聯邦調查局局長科米係佢個人決定，又話對方曾經話佢知自己唔係調查目標。各位，前行政長官曾蔭權被控行政長官收受利益罪嘅案件喺高等法院預審，法庭定喺9月19號再作預審。曾蔭權由太太曾鮑笑薇陪同抵達高等法院。有冇信心啊？佢嘅細佬曾蔭培、妹妹曾景璇同埋細仔曾慶順亦都有到庭。控方由英國御用大律師 David Perry、資深大律師郭棟明同埋大律師黃佩琪代表出庭。曾蔭權一方就由資深大律師余成章、鄧學勤同埋大律師陳正龍做代表。曾蔭權被控行政長官收受利益罪，控罪話佢喺2010年去到2012年期間接受深圳東海花園單位嘅裝修工程，作為批准雄圖數碼廣播牌照申請嘅報酬。案件已經排期喺9月26號開審，預計審訊25日。法官陳慶偉喺開庭嘅時候頒令限制傳媒報導內容，只可以報導法官、被告、控辯雙方律師名稱同埋控罪內容等等。曾蔭權早前因為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被判監20個月，上個月底獲高等法院上訴庭批准保釋等候上訴。無線電視記者李偉報導。中環美利道商業地中午截標，現場消息指收到最少9份標書，有測量師估計地價可能超過200億元，有望成為本港新地王。事隔大約20年，終於再等到政府推出中環核心區商業地，市場普遍睇好呢一幅中環美利道商貿地，地皮吸引多間發展商入標爭奪，包括長實地產、恒地、會德豐等本地發展商，亦都見到世貿房地產、中原置地等中資發展商嘅身影。因為都係中環只有商業地啦，咁就景觀都開揚，同埋鄰近地鐵站，我哋都係跟自己計數嘅啫，都係。有測量師話，本地核心商業區地皮供應一直緊絀，估計發展商出價會進取。喺中環嚟講咧，真係差唔多算係20年難得一遇嘅機會嚟㗎。美利道呢個地皮，咁其實佢嘅位置咧係比鄰喺呢個遮打花園啦。咁附近差唔多全部都係銀行啊、金融中心嘅總部嚟㗎。咁所以我相信今次美利道呢個地皮拎出嚟咧，會係嚟緊嘅，可能係又係10零20年後都唔會再出嘅地皮。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呢個地皮一定會係成為地王㗎啦，只不過係地王嘅價格咧係講220幾億啊，定係話比220幾億更加高嘅地價啫。呢一幅美利道商業地現只係多層停車場，可見總樓面超過46萬平方尺，市場估值介乎139到223億，相當於每尺樓面地價大約29,000蚊到近48,000蚊。若果以上限價批出，單係麵粉尺價已經較現時全港最貴商廈皇后大道中9號高出大約2成。地皮亦都有機會取代今年年頭以超過168億批出嘅鴨脷洲利南道住宅地，成為本港賣地史上最貴地王。無線電視記者葉貝賢報導。至於同樣喺今日截標嘅啟德一幅住宅地，現場消息指收到最少14份標書。項目總樓面超過57萬平方尺，市場估值介乎大約63億至近75億元，每尺樓面地價介乎大約11,000至13,000蚊。行政長官梁振英表示，一帶一路倡議為本港帶嚟新機遇，香港能夠為完善國家提供法律服務，成為理想嘅夥伴。北京星期日一連2日舉行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130幾個國家嘅代表都會出席。將會率團出席論壇嘅行政長官梁振英喺香港律師會舉辦嘅一帶一路論壇致辭時話：一帶一路為本港帶嚟新機遇，本港喺一國兩制下能夠同內地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亦都可以為完善國家提供法律服務，係一個理想夥伴。Last year, the mainland of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amounted to $14.5 billion. The expansion of trade, investment, and infrastructure building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will surely lead to a rise in demand for legal services, contract negotiation, contract management, and dispute resolution, among others.
There's no question of Hong Kong sitting on its hands and let thes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pass. 出席同一場合嘅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就話：「一帶一路戰略係史無前例㗎，本港法律界參與唔單止係為咗商貿發展同解決跨境貿易衍生嘅法律風險，亦都可以促進完善國家改善法治。The joint efforts of providing robust legal service to the Belt and Road economies will contribute to the building of a transnational legal order, which will in turn promote the rule of law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and thus contribute ultimately to human advancement. 佢又相信仲裁修訂條例草案如果獲得立法會通過，可以加強香港作為區內國際仲裁中心嘅地位。無線電視記者黃曉瑩報導。舊年年初嘅旺角暴亂，其中一宗涉及5名被告嘅案件喺區域法院開審。5名被告年齡介乎18歲至47歲，共涉及3項暴動罪，全部否認控罪。控方指舊年2月9號清晨，有近100人喺豉油街同花園街交界聚集。第一被告楊子軒同第二被告羅浩燕喺示威人群嘅最前方，各手持1至2個玻璃樽；而第三被告陳兆軍同第四被告孫君和同埋第5被告連潤發就向警方投擲磚頭。警方最終喺唔同地點拘捕5人。控方呈上警方喺現場拍攝嘅片段同網上片段作為呈堂證供。預計案件審訊大約15日。深井有吊臂工程車傾側，2名工人跌落山坡受傷。現場係青山公路浪翠園1期對開平台。朝早大約10點，2名工人喺吊臂車嘅工作台進行外牆工程，期間吊臂車突然向左傾側，2名工人被拋落旁邊山坡。消防將2人救起，分別送往瑪嘉烈同仁濟醫院，2人送院時清醒。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多名委員聯署去信總統特朗普，要求派更多艦隻到南海巡航。參與聯署嘅除咗嚟自共和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科克，亦包括民主共和兩黨嘅成員。各人話，自從舊年10月以嚟，美軍就冇喺南海進行自由航行任務，因此促請總統特朗普採取必要行動，恢復喺南海嘅例行性航行同飛行任務。信中並強調，南海對美國國家安全以及亞太區嘅和平十分重要。美國國防部官員曾經投訴前任總統奧巴馬限制軍方艦隻喺有主權爭議嘅海域航行。國務卿蒂勒森就曾經承諾會喺南海問題上採取更強硬態度，不過至今都未曾實現。分析指，國會議員發聯署信，顯示正係越嚟越憂慮特朗普因為要同中國合作應對北韓問題，而喺南海問題讓步。另外，美國、英國、法國同日本嘅部隊原定星期5喺關島進行聯合演習，包括模擬兩棲作戰、部隊登陸搶灘等項目，以展現各國支持喺國際水域自由航行。不過參與嘅一艘法國登陸艦擱淺，演習無限期押後。無線電視記者鄧以佳報導。美國總統特朗普辭退聯邦調查局長科米有新進展。特朗普指辭退科米屬個人決定，同白宮嘅講法有出入。佢又話科米曾經披露自己唔係調查目標，呢個講法亦都同當局慣常做法唔同。有傳媒披露科米拒絕效忠特朗普，可能成為辭退嘅導火線。I was going to fire Comey. My decision. 特朗普星期4接受全國廣播公司專訪，話係個人決定要辭退聯邦調查局長科米，又批評對方嘩眾取寵，中意出風頭，搞到聯邦調查局一塌糊塗。但呢番解話又掀起另一個問題。I was going to fire Comey. There's no good time to do it, by the way. Because in your letter you said I accepted their recommendation. Yeah, well, so you had already made the decision. I was going to fire regardless of recommendation. So there was really 特朗普呢番話同白宮前一日所講嘅有出入。Accordingly, the president accepted the recommendation of his deputy attorney general to remove James Comey from his position. 對於外界質疑辭退科米係不滿科米調查特朗普團隊同俄羅斯嘅關係，特朗普就話曾經同科米通電話同晚餐，3次問到對方只